門里係傳統型嘅農村村落，有3個村口閘門而得名，係義傳最古老嘅鄉村之一，為軍事村落，已有近600年嘅歷史。明朝年間，為咗防禦土匪同防洪，興建咗瑞雲樓同迎龍樓。瑞雲樓因年久失修，於1962年已經拆除。迎龍樓則保存至今，成為開平明代碉樓唯一嘅物證。三門里村前村後整齊有序，民居有180多間，高樓林立。樓房與屋宇結構雖然未必相同，但外觀基本上係青磚鋁建，難可都以葫蘆形花式堆多，睇起嚟有美觀統一嘅感覺。魚塘碧波蕩漾，田園肥沃，原野翠綠，係安居樂業嘅首選地。赤坎鎮有最具近代騎樓特色嘅樓房，深層居多，娟並娟，順流而建，各有特色。由於當時水陸交通方便，曾有個繁榮嘅經商市，關市、司徒市都分別喺上埠同下埠興建各自嘅圖書館。呢兩座別墅式嘅建築，比赤坎鎮添色不少，有好頭好尾嘅感覺。更加可喜嘅係喺後期兩氏族人為和睦相處、人才嘅培養發揮咗積極嘅作用。南流嘅史實係赤坎人嘅驕傲，係開平人嘅光榮。